各位虔诚的听众，雅赞。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5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，就是解说甲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即马呢，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若有所得，妄说何福？即是颠罗邪见。故此法文立无念为宗，再要来解说这道理。在这大段的文啊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来说明顿悟的禅法呢，是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当然是呢。在前面对于无念、无相、无自等呢，也做一番的解说。在前面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现的是啦，为什么他会立无念为宗啊？因为喙伫咧讲见性。但是呢，迷人啊，在经上有念，念上呢就起邪见，所以结果啊，一切的颠倒妄想就将这个所在产生。但是自性呢？本来啊是无一法可得，这是在前面所讲。刷来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若有所得，妄说何福呢？即是颠倒邪见。讲假若啊，你若是讲以为是有所得。也伫来妄说何福，所以佮讲做这个妄啦，就是讲有这个分别念，有这个分别念，你来甲讲这个何福，何福就是吉祥何福等等。那呢就变成一种的颠倒邪见。什么款的颠倒邪见呢？就是啊，变成一种的取舍情爱的邪见。那呢，在本无一法可得的自相上啊，就变成有迄个染污了。也那安尼呢，自性本体啊，就无法度来显现。吉祥祸福，这呢是属于世间的众生的妄念所引起。在真如法性中，哪里有这个世间的这吉祥祸福呢？根本啊，就无这个世间的吉祥祸福。啊，你甲讲有这个吉祥祸福，那这呢？就变成了一种的颠倒邪见，因为咱大家拢一定啊，要来刺激
避凶，就是讲迄个好的呢，咱大家拢要活；迄个毋好的呢，大家拢要来闪避，拢要来远离。在这个所在啊，就变成有取舍情爱，对吉的、对福的，就爱就处；对凶好呢，就舍就精。那因此呢，就变成有这个颠罗烦恼。因此，禅宗顿外法门呢，才立无念为宗，就是讲在自性本无一法可得的理论的基础上面，袂使咧有这个和福等等。那就是讲，咱伫咧信仰佛教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当好来消除了一切妄念烦恼，会当好显现自性，使自性开显的迄个所在，得到大智慧光明种，在迄个时阵呢，得到不可思议妙用。那是吉祥和福呢，就是完全世间事。假如讲咱伫咧信仰佛教，抑阁停顿在吉祥和福的上面，就变成现实功利主义的一种的信仰。啥物叫做现实功利主义呢？咱伫咧信佛学佛的人，有真正这种不同。但我相信，最开始伫咧信佛学佛，一定是有所求。有所求者，大部分呢，拢都是为着现实的功利。那就是讲，因为家庭不平安，拜佛祖、保庇佛祖这个祈求佛祖保庇家庭平安。做生意袂趁钱。希望佛祖保庇我生理的趁钱，做事业未成功，希望佛祖会当保庇我事业成功。今年都歹运，佛祖拜拜咧，希望佛祖会甲拜拜，这个歹运会当甲消除。一般的人伫咧信佛学佛所求的，应该都是这的啦。尤其是咱中国佛教的信仰是佛教、道神教揽做一堆，也对这个道神教的信仰，大部分呢，拢都是为着眼前的和福的问题，就是如何会当好消除灾祸，如何会当得到幸福，这是一般人信仰宗教的动机甲目的。那呢，就变成信仰佛教是追求现实的功利。追求现实功利的信仰，也毋是讲绝对毋好啦。但是呢，追求现实功利的信仰呢，却是一种的无理想的。有当时阵在这个所在呢，就变成有副作用。尤其是在最近有真正大的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呢？我相信咱各位拢知，在报纸上也看到，大家伫咧信迄个什么大家乐，大家乐，咱叫做大家乐。那这个大家乐，就是以这个爱国奖券的号码。也毋知影去创，什么会当互中奖，即摆中奖了都偌济，而且呢，为着要中奖，都去问神啦，去求支持等，这个风气非常的盛，那变成一种的恶性的赌博。那这个恶性的赌博呢，佫变成跋筊真正神圣的迄个神殿的所在来，无论什么款的神
佛世神的所在，拢叫做讲是神殿。当然，这个问题是未甲佛教来，因为咱佛教真正的佛教，毋是属于现世功利主义的宗教。而且咱实在这个佛教的人呢，绝对也未动这款的歪脑筋来要来趁这款的钱。那这个神教，尤其是神坛这类呢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一生趁一笔啦。你要爱去问，当然要有一个代价啊，伊要讲迄个号码，互你一定要有一个代价啊。安尼呢，不管你有着无着，伊就先趁一笔钱去啊。但是你这人为什么愿意要投资呢？那就是希望讲，我即摆投资200块，会当得到2000块、2万块，去10万、200万啦。那这呢，完全一种的现实功利主义的想法。这个现实功利主义的想法，甲恁讲这个搅呢，波咱若伤过大，那这变成危害社会，变成扰乱经济。所以就引起一种的真正严重迄个副作用走出来。所以对于这个吉祥祸福这类的追求，这应该是咱每一个人的心理啊，可能呢就潜在有这款的欲望伫咧，是无一定啦。但是应该呢，将这款的心理给打破。咱伫咧学佛修行，毋是追求现世功利。咱伫咧学佛修行，较重要的呢，乃是为着会当互来了脱生死。所以假如咱若是以为讲有所得，结果呢，咱就会去讲这的祸福之类。那就是讲学佛修行是有所得，要得到啥呢？来去拜拜，就会当好来得到福。拜拜呢，会当得到消灾。那这就变成讲现实功利所得。那咧讲起来，那是毋是讲咱学佛拜佛，对咱一个人的痛苦的生活完全无改善呢？毋是这个意思。我常常安尼伫咧讲，就是讲咱一个人的祸福是去做的，毋是去求的。做甲求呢有所不同。那譬如讲，咱三更休起来讲佛祖啊，你著保庇我大趁钱哦。佛祖啊，你著保庇我事业成功，这就叫做讲求啦。你求，假如你本来都无福，求是毋是求有啊？当然是求无，你本来都无福，要都有呢？做是啥物意思呢？教主释迦牟尼佛甲咱讲真清楚。咱若想要爱得福，咱来去做福。换一句话讲呢，你想要大趁钱，要做好家人，你要去布施啊。你要得到物质的享受，你要先施舍，这就是叫做讲做。所以咱呢，你若好好来去做福，你自然都有福啊。你若是会当好来改恶，你自然就会当撇好啊。你每一日做真正侪罪恶，你讲佛祖啊保庇我，你毋通互我来去受罪，毋通互我来掠关哦，这有可能无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，佛祖呢，甲你保庇，你免互人掠关。若呢，佛祖毋着完全拢伫咧包庇遐歹人，佛祖绝对咧袂做这项代志。所以咱要来避免灾祸，必须呢咱改恶。咱要来得福，咱必须自己来去做，毋是咱去求。这款的正确的观念呢，咱必须来建立。咱毋通以为讲平常时拢无伫咧修，拢无伫咧做。认为讲有不料的时阵，赶紧种菜种果芳香芳花。来去佛祖下迄个求救咧，安尼我会当好大趁钱啊！那安尼想法呢，这实是非常的错误的想法。那假如讲你甲佛祖求救咧，因为你本来你都无迄个福的人，根本袂当满你的愿。在袂当满你的愿，迄个时阵呢，可能你就会对佛祖怨叹。
讲啊，拜佛祖无影无食，也无感应啊。我当时甲求也无啊，我甲跋杯讲有要答应我，要我大趁钱，结果无影无食。那可能你就会产生即款的对佛或者是讲对神的无信心。这呢，就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虽然话讲倒转来，六祖慧能大师已经甲咱讲起真清楚，自性这是清净的物件，本来就是无一物，所以呢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假就以为讲有所得来妄说和合呢，就变成一种的烦恼，一种的邪见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这是立无念为宗。下面第5段就是特别来解说无念为宗的无念这两字。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过来叫一声善知识，讲无者无何事啊，念者念何物？讲无者无异相，无自定路之心。念者念真如自性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眼耳声色，当时即坏善知识。真如自性起念，略今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以真性常自在。故经营善灵分别诸法相，以得一义而不动。这就是这篇的最后一段这篇呢，就是名叫做定慧篇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善知识啦，讲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啦。这就是将无念这两字来给拆开说明。讲这个无到底是无什么物件？安尼叫做无者无何事。讲念者念何物？讲这个念到底是念什么呢？安尼叫做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？下面讲无者无异相，无自定路之心。所谓无念的这个无呢，就是无这个异相。这个异相呢，就是分别相分别善。分别恶，分别是，分别非，分别圣人，分别凡夫，分别众生，分别佛，那这都是异相。这个异相呢，拢就是咱众生的妄念的分别。所以无者无异相的意思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无呢，就是无妄心的分别。讲无自定路之心啦，讲这个无呢，就是无迄个定路的心。定路这就是烦恼。这个烦恼是啥物呢？就是取舍、情爱、贪嗔痴等等。因为既然你有是非善恶，你有好歹，当然咱人一定要去求出迄个是，要求出迄个善。咱一个人呢，当然毋爱迄个恶，毋爱迄个非。或者是讲一个人水较歹，当然你要爱迄个水的才会歹呢。这个物件品质较好的物件，品质较歹，当然你要爱品质较好的你哪有讲要爱品质歹的物件呢？咱伫咧食物件有好食有歹食，当然你嘛是爱食迄个好食的，谁要食迄个歹食的呢？在这个所在就变成有这个
人我是非、取舍情爱等等。那这就是一种定落一心啦。那既然无异相，就是讲无迄个分别对待，安尼呢，自自然然啦，就是无迄个定落烦恼的心。所以在前面讲这个无念，无念呢是无分别念、无妄念、无邪念。这个无念啊，并毋是讲心敢若像这个插头共款。咱看下面就可以了解，讲念者念真如自性。那这个无念先解说这个无，下面解说这个念。那这就是将这个无甲念解拆开咯。六祖慧能大师这款的解说法，可以讲是非常的高明，因为安尼解说啊，将这个无甲念解拆开解说呢，互咱更加较容易了解。讲这个念是啥物？念就是念真如自性，就是讲咱无有这个妄念。但是无妄念，并毋是表示讲你这个心就是已经死去啊！你这心呢就像插头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正是因为你无这个妄念，所以呢就有正念。啊，这个正念是要念啥物呢？正念嘛，就是念真如自性，也就是啊，以这个智慧呢来去克悟迄个真如自性。所以叫做讲做念者念真如自性真如本性。讲真如即是念之体啊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即马从这个所在呢，就将真如甲念的两个关系来甲说明。讲这个真如呢，乃是念的体。就是讲，咱有这个念，不管是正念，不管是妄念，这个念是一个作用。在这个作用的后边呢，一定有伊的体伫咧，有迄个体，才有迄个相，才会发生迄个作用。若咧，这个念的体是啥物？真如啊，就是念的体，真如。就是前面所讲的自性，就是咱众生本具的佛性啦。咱众生本具佛性呢，就是念的本体，也将妄念去掉迄个所在，咱的正念呢，就会当契合为真如。那一边是属于智。这边是属于理，真如的体呢，名号做真如理体。这个念，那将迄个妄念去掉，迄个时阵的念呢，变成正念。正念应该就是一种的智慧的关照。这个智慧甲迄个理体啊，这是合而为一的物件，无分开的。咱就是讲，在真如理体中呢，就是有零零角角的智慧。这个零零角角的智慧呢，就是契合着迄个真如的理体，就等于讲迄个摩尼宝珠，一粒这个旋石珠，有这个旋石珠，就是有迄个光，迄个光呢，也就是伫咧照伊的本性共款。你看迄个。珠仔的光，旋石珠的光，为什么迄粒旋石珠遐尼简单呢？旋石珠嘛是一粒内外透彻光明的珠啦，但是这粒珠所以的价值就是伊会发光啊，因为这个光呢也是去照着伊本身，所以感觉这个珠仔的体呢就非常的光，伊的价值就在迄个所在。伫遮慧能大师讲真如啊，这就是属于念的体。这个念呢，就是真如之用。伫遮所讲这个念，这是正念。正念应该就是智慧的关照。
讲即个正念，即个智慧观照，这应该呢，就是属于真如之用，就是讲将即个真如理体所发起的迄个妙用。那假如讲你若是无真如理体，就无即个智慧妙用走出来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就把即个无甲即个念呢来甲分开说明，将即个所在，互咱真正明白，会当互来了解讲，所以叫做讲做无念呢，是无妄念，无妄念，正正就是显现了正念的妙用。无妄念即个所在，并毋是讲参像插头、参像石头毋是讲心已经定去啊。心呢，已经拢无作用。咱家众若是以为讲无念就是心拢无作用，那这是非常错误的见解。这款的见解可能修了以后你变成走去无上天去做迄个无上天的外道。对六祖慧能大师将无甲念来甲分开说明，这个所在呢，咱会当真正正确了解，所以无念就是无妄念，无妄念正正就是有正念，正念就是念真如自性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